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你是要来用圣诗210首，哪路咧直直走？请下这起立。是要来用上帝10条诫来做咱的信仰告白。上帝10条诫，第一诫，第二诫，阮着伊条客我上，无论天顶、地星、地下所有的物，拢毋通做伊的事，毋通侵害伊，也毋通破坏伊，因为我也无花你的上帝，万永远永恒的上帝庇护我，我共我的，我为着伊的罪，对地到命到3000代，命我受我带领的，我是阮奉伊直到千代。第三诫。第四诫，叫你名还叫你，修尽罪行，让你来应该着我，做你一切工，独第7日，就是2条我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这日你干伊命，查某命，老母女儿精神，一直念伫你中间的出门人，一切工拢毋通做。因为让你来，要我创造你的爱，家庭中间团体，第7日就所以要我祝福平安着你，这日伊最行。第5诫，要孝敬你老爸、你老母，互你的儿子要我你的上帝，所守住你的地，你着有人。第6诫。第7诫，第8诫，第9诫，第10诫。会众请坐。
今天要读课英文第10篇，课英文第10篇，这是我的课会中来意。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听啥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要着听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滑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会听听。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依然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寻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互我囥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也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爬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歌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引领我，引导我，你对我讲，就来相信我。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唔通唔面唔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走你的奴仆，你一定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爸母若放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的冷淡，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互阮交互因。因为你用规情恐吓我，我轻信一项事，了我的能力，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要信靠上主，就勇敢壮胆，这声要信靠上主。这是咱来祈祷。为着安尼，我也常常替恁祈祷，愿咱的上帝看恁做为坎直，伫以事为照，各用全能来圆满一切所行无的好，甲对神所做的工，互咱的主耶稣的名，伫恁得到荣光，灵也伫伊得到荣光，借伫咱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恩。慈悲听阮的上天父，感谢你伫阮的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求你光照咱，也求你会当通过阮来彰显你荣耀的光，来离这个世界。就求你将你的道路放伫阮的头前，愿你的计划得成，也愿你的慈爱甲怜悯放伫世界有需要医治的所在，甲战争的所在。感谢主，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关过阮的意念。你赐下一切救赎的计划，你光照我，你听阮的祈祷，在阮的心，你是至悬的，掌管一切。借着耶稣基督，互阮得胜。你是圣洁及公义的神，帮助阮，求你帮助阮，行伫你真理中。无要尊重这个世界，阮要阮活你，听你的声音，找你的面，求你的面，求你坚定阮的心，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
是要来学老，要来学老是父女团契。你是上帝，也是天父。记录启示录22章1到5节，咱做伙来读。天上的报告我看，城内有换水的河，清亮亲像水晶，你就对我流出。河的上边有活命的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结伊的果子，伊的树也结做伊会当的路用，拢无救是上帝甲用过的作为，要定伫伊的路途要服侍伊，也要看见伊的面。搁伊的名伫因的头页，无搁有眠时，也无欠用顶的光甲日的光，因为上帝要照光因，因也要做王到代代无尽。这时，过来，今仔日的题目是对立中的毋望。这是来请牧师。
弟姊妹，大家平安。请用阮脱口罩来迄落哈讲道哈，伫这因为拢遮会无爽快哈，是大家平安哈。抑阁有10几天哈，就是这个哈9合1大选的日子。伫台湾这块小小的土地，每一届若是拄着选举，真侪人的血压就冲起来，因为政治立场会无共款，哈，毋免讲吼，共一间教会，就算讲是数十年的好朋友、真亲的人，甚至是咱厝内底的人，翁仔某爸母是囡仔、兄弟是姊妹，常常若讲起迄个无共款的政治的观念的时阵，拢会烧钱甲安尼阿妈棍安尼食大苦着，吼！即种的冲突甲对立所带出来即个紧张性，常常会互人感觉真焦虑，吼，真很焦虑，嘛感觉真有压力。伫今仔日，咱会先讲读经本，伫遮内底有讲到一段话，牧师感觉讲，咱会当来思想。伊伫遮来讲，因为即个军族会无共款，地方的差异，甲历史的多元性，咱台湾的社会。这种的公众的议题，真恶，互人会当好好来理解甲讨论。当这个复杂的社会议题被简化，安尼二分化，两种，敢若两种共款。这种的政治立场甲简单的口号，常常会真容易激起这个对立。伫个信仰团体内底，嘛是无法度来避免。所以今仔日圣安公会作者伫遮来指出，如果咱也无真谨慎来分别即个议题讨论的过程所牵涉，有足侪复杂的层面，信仰不但无法度促成对话。反倒有可能激起这个对立，致到互人伤心来受伤，也是离开教会，甚至来放弃信仰。这是咱爱真小心、真注意，求上帝怜悯咱，帮助咱会当真做和平的使者，用彼此尊重的心态。无互政治立场无共款来造成中间的心结，因为选举是一时，咱也阁有更较远的路需要向前来行。伫圣经的最后一卷，这个启示录真清楚伫遮来描写出善甲恶、好甲歹这个对立的战争。牧师伫遮来感觉，其实这种的战争，毋若伫启示录末世时，就是伫咱现主时，伫咱的四周围，也是伫咱的心内底，嘛是定会伫遮来发生。伫顶礼拜有一个新闻，一直伫网络上咧烧，伫遮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捌听过。讲着讲有一个唐氏镇的这个青年人去买这个炸物，这个钱的物仔，这个头家该煎好，煎料拢煎好伊才讲伊袂记你炸钱。哇！这个头家非常生气，就来报警察一遮来处理，叫伊的爸母来，这个唐氏镇的妈妈认为头家这种的态度甲处理方式，害伊的囝变成做足惊吓，所以伊真生气，
就伫咧遐附近发传单，用网络伫遮来公审即个即个头家，一包40块的即个钱的米，伫咧网络来引起两派的战争，结果互两个家庭拢非常的受伤。其实伫咧代志发生的下面，双方如果若会当徛伫良善的角度，替对方来小可想着，就袂为着这40块的米来发生严重的冲突甲对立。譬如讲这个饭店的头家会当讲你袂记你提钱安尼无米先放喺我遮，你等于提钱转来较来提米，无需要大声伫遮来甲伊责备，也是讲马上报警察，互人心内底产生即个惊吓。即个唐氏症的妈妈其实嘛是爱注意即个囡仔，你知影伊小可有一丝爱注意的所在，咱就爱去较注意囡仔生活各方面的细节。譬如讲要出门买米就爱甲伊讲记你trả钱，也是讲怎样应答人咧问伊的问题，也是怎样学习来勇敢面对别人检查对伊会有一寡无友善的这个态度甲行为，要怎样来面对等等。因为咱做父母的人，你搁较安怎样唔甘你的囡仔，你嘛无可能照顾你的囝儿一世人啊！难道每一届你的囡仔若互人安尼无友善来对待，妈妈拢爱出去发传单，伫遐来替伊的囡仔出气，还是讨公道吗？敢有法度？大概拢安尼来做，求上帝来怜悯咱。伫即个世代，伫末世的时代，咱人的心会渐渐冷淡，失去迄种良善的同理心。即个社会风气会行一种为了家己来讨公道、报仇的即个心态，哪来哪当？遭受到委屈，也是感觉无公平，迄时就要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加倍奉还，也是讲3倍奉还、10倍奉还，看谁较厉害。这实在引起真大的对立甲竞争。当然，若是袂记你心中的良善的时阵，就真容易互人安尼，互即个情绪牵着你的鼻仔咧行，互情绪牵着鼻仔咧行。直到拄着一寡小代志，检查是小可的代志，结果就演成做真大的对立冲突。其实伫咧现实的生活当中，伫咧复杂的人际关系内底，别人对咱的态度甲方式，常常毋是咱所会期待的。咱拢嘛期待人会当对咱足好的、足有疼心、足够包容，总是常常毋是安尼。有甚物人无去互人伤害过咧？有甚物人毋捌扣人的言语，甲你安尼酸甲，互你心干啊足艰苦足疼？有甚物人无去拄着关系破裂，也是信任，遭受到迄种吞吞即种残酷的即个事实咧？无需要互咱来看一个影片，伫遮讲到伫个棒球史，讲这叫啥？垒球、野球，有一件乌龙的事件，因为裁判的误判，互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失去伊上届荣耀的时刻。这就是发生伫2010年6月2号，将这个老虎投手叫做阿梅多加勒瑞加。这个伊来对决这个印第安人，这原本是伫历史上
非常难得会当看见的这个完全比赛，因为伊很完美来封杀对方，结果因为裁判的错误的判断，结果失去迄个荣耀。来，咱小可来看卖者 ，OK。Hello， 大家好。在大联盟历史中，总共有累积21场完全比赛，而且上一次完全比赛要追溯到2012年，由当时待在西雅图水手的王牌投手 Felix Hernandez 达成的。但是你知道，曾经有一场比赛因为裁判误判，搞砸掉一名球员生涯最荣耀的时刻吗？我们带您回到近10年前，2010年6月2日，前老虎投手 Armando Galarraga 对决印第安人，前8局完美演出，24上24下。9局上，面对第一名打者，他被敲出中外野深远飞球。当现场所有球迷以为完全比赛要泡汤的时候，中外野手 Austin Jackson 的美技演出，将这球接杀出局。当年待在老虎队的 Justin Verlander 在休息区感到不可思议。面对下一名打者，他被敲出游击区的滚地球，游击手轻松传到一垒，将跑者刺杀在一垒之前。现场所有的老虎球迷这时候全部都站了起来，要见证这一生可能都见不到的完全比赛。26上26下，9局上2人出局。这时候轮到打者 Jason Donald， 他投出的第3球被打者击到1、2垒之间。一垒手 Miguel Cabrera 冲过去接球，迅速传给投手，结果这居然被判是 safe。Galarraga 傻笑，觉得难以置信。Cabrera 也把双手放到头上，认为怎么会这样？现场球迷也嘘声四起。这时候总教练 Jim Leyland 上来抗议，认为这球怎么可能是 safe， 跟一垒审 Jim Joyce 抱怨，由于当年是没有重播辅助判决，所以裁判怎么判决就无法更改。我们再来看一次重播 ，Cabrera 反手接球之后，马上快传到一垒补位的 Galarraga。重播画面显示，这球是明显的一个出局数。换句话说，这早就应该是一场完全比赛，而且是大联盟历史第19场。看看 Cabrera 从 Yeah 的表情变成Oh， 就知道他有多么失望。Galarraga 面对下一名打者，轻松的将他解决。但是他的完全比赛不但泡汤，连无安打比赛也没有了。这只是一场完封胜而已。捕手上去给他拥抱与鼓励，但是就在此时，老虎球员都去找一垒审算账，甚至差点爆发冲突。赛后 Galarraga 向记者说：“没有人是完美的，大家都是人类，我了解这个事实。”而且 Jim Joyce 赛后也有主动找我，很多裁判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给了他一个拥抱。22年的老裁判 Jim Joyce 看了重播之后，后来也承认他误判了。他哭着在媒体面前向大家道歉。虽然完全比赛没有了，但是 Galarraga 的好表现也让许多赞助商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奖赏他。其中一家车商甚至给他一台全新的跑车。大联盟最后也发出声明稿表示，这不可能改判。对 Galarraga 来说，或许他的完全比赛泡汤了，但是他在球迷的心目中的确投出了一场完全比赛。我们甚至可以说 Galarraga 是联盟历史以来唯一投出28个出局数完全比赛的投手，不是吗？ Galarraga 2007年随着德州游骑兵升上大联盟，2008年加入老虎，大联盟累积26胜。好，咱影片就看到这，好，所以各位你伫遮看到发生伫棒球史上最大的一个乌龙，好，这个 Galarraga。好，伊伫遮来失去伊的这个比赛。当这个 Galarraga 伊家伫个记者会安尼讲，无有人是完美的，大家拢是人类。我了解这个事实，意就是讲，就是人就是会犯错。所以伫最近嘛是有人伫遮希望为着这个 Galarraga 来恢复。伊因为这个误判误判的这个所失落的荣耀，总是嘛是有人安尼来回应。误判误判嘛是人生的一部分。伫艰难的时刻，要怎样
要怎样亦学习用这个微笑，用笑面来对待。咱看到这个选手被安尼误判了后，伊悠然会当勇敢来面对，并且是笑安尼很灿烂的阳光的笑容，实在是非常的无简单。兄弟姊妹，面对着咱的人生，咱常常有济无法度避免的失望，也是讲别人对你错误的对待，你是怎样来回应的？检查伫咱中间以前的时代，咱姊妹无读册的资格，拢爱让兄弟，查某囡仔你着爱出去外口趁钱，来互恁的兄弟伫遮来读册，这敢毋是背错代吗？咱要怎样来回应？当拄着别人对你的错误的对待时，你如何来回应？你是灰心失望，是生气，是愤怒，是摆烂？摆烂，大家知影还是要加倍奉还？如果咱用稳这个负面的情绪甲态度来掌控咱的时，毋但会去伤害着别人，嘛会去伤害着咱家己。更较重要的是，无法度来得到上帝丰盛的祝福。咱爱伫个这种的对立的当中，找到望，明白来超越这个失望，超越失望，嘛是咱生命中必须要学习的重要的功课。咱爱相信，上帝绝对袂去浪费掉你的这段痛苦的经验，伊会互这个失望挫折，成做你的生命中稳定的记号。咱来看圣经中的人，17岁的约瑟，甲伊的哥哥讲起伊所做的梦，伊安尼日月星辰要来按伊拍败，结果互伊的哥哥踢笑，甚至甲伊卖去埃及做奴隶，看你的梦要安怎样来成就。如果伊一心想要按伊的哥哥来报仇，你想看卖，伊有法度来争取埃及的宰相吗？年轻的这个摩西，伊想要为了伊的百姓来争公道，结果太死人流亡伫旷野，伫遐饲羊40年的时间。如果伊若是一直行袂出这种，伊遐的百姓甲伊讲啥？什么人立你做阮的审判官？伊要来维护因，结果去互人安尼拍面。如果伊若行袂出这种的失望的应影，伊有法度来接受上帝呼召伊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吗？也阁有一个咱非常熟悉少年时代的大卫，伊伫遮安尼来拍赢歌利亚大汉人，伊为了国家出生入死，甲遐个非利士人来征战，结果互当时的王扫罗王来怨妒，扫罗王追杀伊10几年的时间。如果大卫失望，来去刀口，哇！这个所在无爱留我好，我去别位来去刀口遐个非利士人。安尼，你来想看卖，伊兼有法度来争取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吗？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难免拢会拄着失望，拄着别人对咱的无理解，也是无公平、无合理的对待。你会当伫这个当中来找到上帝爱你来学习的重要的功课吗？今仔日的主题是对立中的毋望，
圣经节是启示录22章第1到第5节。真侪圣经学者咧解说这段圣经的时，通常拢会用的主题就是用新耶路撒冷圣城、上帝羊羔的宝座，也是生命河甲生命树等等这种的主题。确实，这段经文咧讲到新天新地，用上帝的城新耶路撒冷。种种的美丽、阳光、荣耀的光景，总是咱今仔日圣经新眼光圣经本的作者，伊伫遮来写这段经文的时阵，伊所选用的主题却是对立中的望来做这个主题。牧师伫遮来思考，这个对立中的这个望。对这段经文中，会当互咱看见什么？哪想嘛，感觉安尼嘛是真有意思。因为如何伫个冲突对立的当中，找到来自上帝的望，这是咱人生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更较重要的是，伫这个当中是关系到咱将来。伫上帝的角度，你所要徛的迄个位置，因为伫咱的现实的生活中，伫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咱人的心，咱的心就是一个战场，善甲恶常常伫咱的内面咧争战，常常咱需要来做出选择，咱是要用正义之名。为家己来争公平、争公道理，也是咱会当选择用上帝良善来宽容、来赦免别人对咱所做的错误咧。兄弟姊妹，咱所做的选择，最终要来决定咱是不是有迄个资格，会当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来享受。迄个羊羔甲心腹所备办的迄个印象，这个时牧师阁要请咱阁一解来读这段经文，咱慢慢来读，详细来读，来思想将来你伫上帝国的位置，你是不是欢喜要徛伫迄个当中？这是上帝对伊宝贝儿女的应允甲期待。咱搁一解来，好，来大声来甲读出来，预备来，请天使搁报我看啥啦？街路中有活命水的河，清亮亲像水晶，对上帝甲羊羔的座位流出。每月结伊的果子，伊的树叶做伊伫列邦的路用。来，各有，拢无各有救助，是上帝甲羊羔的座位，要带伫遐。伊的奴仆要服侍伊，也要看见伊的面，告伊的名。伫因的头额，无阁有迷失，也无欠用灯的光，甲日的光，因为主上帝要照光因，也因要做王，到代代无尽。兄弟姊妹，你读这经经文，你有看见上帝互咱的应允？是我你丰盛，我你的水，我你值得你来羡慕甲期待吗？这就是咱基督徒，这就是上帝的百姓，你伫将来要伫遐徛起的所在，这是咱做上帝的子民，最永远的归属。请问兄弟姊妹，你有兴盛无？你想要徛起伫迄个有生命河
甲生命树的新耶路撒冷城吗？你是毋是有想要住伫个上帝甲羊羔宝座徛起的所在？是毋是想要定定伫上帝面前来服侍伊，会当见伊荣耀的面吗？你想要甲耶稣基督同齐来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吗？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兄弟姊妹，咱千万唔通讲无可能，因为这是上帝对万世以前就为着伊的儿女所有备办好势的，是伊为着每一个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所备办咱最后的归宿。咱的心应该常常怀抱着这款的愿望，就是主啊，一生一世，我拢要爱有你的恩典甲慈爱来滚对话，并且我要踮伫耶和华上帝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咱每一个做上帝儿女拢应该有的姿态。上帝要赏赐予咱这款丰盛的祝福，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主上帝是万福的源头，伊要甲你开一个门，无人会当关；伊要甲你开的路是超过你所会当明白。安尼，咱要如何伫每一天拢有上帝甲咱三甲地地的平安？咱就是爱伫每一天的生活的征战的当中来赢得胜利。兄弟姊妹，每一天无管伫什么款，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伫你甲人之间的当中，拢有压力，拢有战争，拢有试探，嘛拢有考验。你着爱靠主来得胜，咱着爱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赢过咱内在的软者，迄个软弱，迄个惊吓，也是迄个骄傲，迄个自私，迄个贪念，也是迄个唔肯留下怨毒，才会等等无下上帝是欢喜的心性甲品格，也阁有遮的习惯。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咱家己，莫逐项代志拢怪撒旦。最大的敌人是咱家己，唔通互咱家己的软者来阻挡上帝要丰盛来祝福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读启示录，其实是已经到最后一章啊。对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的心意一直拢无改变。你看创世纪头前2章，甲启示录后壁2章所讲的，拢是上帝要甲人三角徛起，上帝要甲人三角徛起。所以咱伫遮来看起，上帝伊咧呼召一群的百姓，一群的子民，是会当荣耀伊的性命的子民，是将来要甲伊同齐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伊要甲咱的主三角来管理这个世界，迄个得胜的子民。兄弟姊妹，上帝咧呼召你来成做上帝国得胜的子民，荣耀的子民。所以，请问，咱现在咧做啥物？咱现在咧做啥物？咱难道敢毋是咧装备咱家己，穿这个全副的这个军装，互家己将来会堪得配得？你有法度会堪得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吗？安尼咱要怎样做？咱的目睭，你的目睭看什么真重要？你的心咧想什么真重要？咱爱对准咱的上帝，
伫咱心中的命定，伊的呼召，以及咱爱开咱的目睭来看见将来你要对上帝遐领受的丰盛的祝福。如果是安尼，咱的目睭会当对准迄个要互咱丰盛祝福的上帝。安尼现主时，你一时的失望，一时的挫折，算什么？你暂时的失败，算什么呢？别人对你的误解，人无了解你，予你的压力，也算什么呢？人敢有法度阻挡你去得到上帝祝福吗？无，不过你家己有法度阻挡，你家己阻挡上帝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的生命是有方向，是有目标，是有毋茫的，安尼咱就会看清目前所拄到的困境，请上帝所赏赐全副的军装，靠着迄个加予咱快乐的主耶稣，咱会当赢过这的压力，赢过这的失望，赢过这的挫折，也会当赢过咱内底迄个负面的情绪，也阁有软正的家己。咱会当对失败挫折中重新搁一届站起来，因为咱要看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美景。咱的心要来看见上帝的期待，看见上帝丰盛的祝福，超过你现今所有的。咱的心就爱刚强壮大，甲咱的主耶稣同齐来下一场迄种的永远无后悔的这美好的战争。这后面的小等，牧师要来分享一个听到最近大家听到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女牧师的见证。这位已经退休的女牧师，伊最近伫个网络上，买一个这个中古的梳妆台、西装台，因为这个卖家啦，伊的妈妈过身，因咧整理这个厝，感觉讲这个梳妆台也会当用，毋过因家己无需要，所以因就伫个网络出售10块，10块。拄好这个女牧师因的家己，迄个买厝内底需要一个西装台，伊就去甲伊标落来，甲伊买落来，去因兜甲伊载转来了后，就甲伊的查某囝斗阵伫遐切整理这个旧的梳妆台。结果伫个这个西装台的内底角发现一包很贵。内底5-6万块，5-6万块，有可能是这个老大人安尼藏伫个内底啦，袂记哩。因厝内底的人嘛无真详细来检查，就甲伊卖出去。这个时，女牧师的心内底开始真战，开始战争是毋是爱去打电话甲这个？卖家买迄个卖人讲，要甲这笔钱还因阿买，伊的查某囝就讲这咱就已经买落来这就是咱的并且我的厝也搁咧还还贷厝地这笔钱拄好会当来付这个月后个月的这个厝地这个女牧师讲，互我记倒看卖。我记得看来，有平安无？伊就一暝踮咧遐咧烧战，烧战拢无平安。第二天，伊就敲电话互对方，恁卖迄个西装台，恁敢有好好去检查内底还阁有物也无咧？对方讲，我有检查过拢无物，确实拢无。女牧师讲，毋过我伫内底找着一包钱呢。差不多你有要爱无？5-6万块，你若要爱，我摕去还恁。就安尼，这个钱还转去，心嘛平静。女牧师讲，我
是牧师呢，我是牧师呢，我敢会当贪人的这个钱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天，你拢会去拄到这款的战争，你拢会去拄到这种的征战。咱需要挖靠咱的主上帝，做出正确的选择。伫咧对立的当中，心爱存良善甲毋忘。咱相信上帝必定会帮助咱，必定会带领咱。咱就爱勇敢坚定，行伫上帝的旨意的当中。这时，牧师要用一首的诗歌，甲大家来分享。这条我非常的爱吟，咱哪听，咱嘛会用缀咧吟。好，来，这条诗歌叫做《眼光》。咱是不是会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间？伫个你人生黑暗看无路的时，你是不是有上帝的眼光？非常重要。来，请。天色虽然黑暗，咱会当跟咧唱。痴心永远伫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关山虽然危险，若有信心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听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天色虽然黑暗，你面前深深捌有这种黑暗的时刻，总是爱用时永远遐相信。到总是会光，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若有信心就会往前行，路虽然遥远，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若有疼心就通行到天的彼。当我会所有来来相遇，当我一般的上帝心看明白，你就打开心内的窗，你就打开心内的心内的窗，打开心内的窗，咱才有法度看见希望。那就是因为上帝要予你的祝福，超过咱的耳孔所听过，咱的目睭所看过，超过咱的心所会当相信。求主帮助咱，咱会当打开心内的窗，来看见上帝要予你超过你所求所想，丰丰富富祝福。咱三甲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有主你的眼光，来看见主你的心意。伫每一天，伫每一个时刻，阮要挖靠主的大权能的开力，来做出正确的选择，互阮的一生所做的每一项选择，拢是正确，是合主心意的。主啊，满心感谢，因为阮今仔日的选择，关系到将来阮要伫上帝荣耀的国度所徛在的地位。
自啊愿较无进入你的国度，甲你同坐倒，甲你同徛起，要面对面，甲主欢喜来交陪。求主帮助阮，互阮伫每一天的选择的中间，拢会当有主的良心，有主的望伫阮的内底，用主的眼光来做每一项代志。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的讲道，这是要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是要来用圣诗新记者新圣诗580首，旧圣诗282首，会众者请起立。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会众请坐，这时要来奉献，请服侍的长职。
感恩的祈祷，创造有地万物的天地，阮感谢阿罗你，你赏赐阮丰盛的美粮，互阮的灵命来成长。阮一切所有的，拢是你丰盛的恩赐。阮知你是阮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阮无论信仰上、身体上软弱时，恳求你坚固、扶持阮的信仰，以致阮的白体，互阮会当来轻聊伫主耶稣基督，听你亲像你听阮，顺服你。做一个你所欢喜的囝儿女，但愿行李淡薄金钱，做你教会圣工的路用，恳求天父感纳。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名，阿门。会众请坐，一时要来报告，邀请全体的兄弟做伙来参与会前的祈祷。礼拜后第一堂有华语的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留咧。4楼有妇女团契聚会，欢迎姊妹参加。11月16拜三，透早10点，3楼有声演讲查经班，欢迎参加。11月20是本会所定的抗日团契关怀主日。第一堂礼拜要来庆祝婚姻节，要送礼物，予满10年的抗日，有50年的张德基，有40年的李正福、施玉华，40年的林荣元、刘桂兴，20年呢王文玉、王思敏，10年的陈伯良、林胜娟。无记到的，请林牧师来补登记。礼拜中嘛有翁仔某的洗脚礼，来表达抗日关爱的爱情，欢迎报名。会后嘛有10月到12月结婚纪念。礼拜后4楼要开小会，请小会。会员参加，下礼拜主日敢若只有一长礼拜。11月27是感恩节，本会要主办线上感恩的节，联合感恩礼拜，有感恩卡、感恩奉献、感恩见证，有兄弟有要做上帝见证的。请林牧师报名。嘛要咧感恩节，嘛要感谢鼓励团契私情，搁有所有的服侍者。恭喜本会黄瑞祥长老，伫12月伊个查某囝吼，咧12月12上午11点咧板桥。要来主办订婚感恩礼拜，要报名的今仔日起，要要报名的只有今天为止，11月13号。本会定伫明年的1月14，伫三峡大板根要主办张伫东港训练会，中会妇女事工部伫12月3日9点半，咧南门教会主办67届年会新旧干部交接感恩礼拜。要参加的丽娟姐报名。第59届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伫明年的1月30到2月40，咧新竹圣经学院举办。主题记载伫圣灵哥林多前书，欢迎大专学生参加，费用3500，教会有补助。
周报内11月19、25，信仰公经文经句导读，欢迎兄姐使用。圣经填充题：启示录22章、诗篇103篇、107篇。本周的受星有11月15日邓瑞贞节，11月18日陆云梅节跟张贞节。咱做伙来读，无过有暝时，也无强用灯的光甲日的光，因为主上帝把光的。主你所欢喜的，但愿要为着阮的教会的主题，就是有济失落的羊群，主啊帮助阮会当用心来甲伊牵转来，而且来起造伫阮的家庭的祭坛，互阮的家庭会当荣耀见证主的名，帮助阮用实际行动，互阮的教会诚做有愿望的记号。阮也为了教会来推动 RPG。复兴基督小组甲家庭这段三角来教导，求主帮助阮，兴起阮逐人来到伫你的面前，欢喜用基督来服侍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中职同工，为着阮的兄弟姊妹逐人的家庭三体来教导，求主帮助阮。愿每一个属伫主你的百姓的，拢会当伫各方面拢得到亨通顺利，无论是财务，是伫经济，是伫工作，是伫家庭，也是伫即个身躯健康的遮个所在，主你拢赐落大稳定伫阮的心中，互阮刚强壮大，会当通来做水的服侍，荣耀主的圣名。主阮也要为着身躯软只软弱的兄弟姊妹的身体三体来带导，虽然这也是即个静怡的即个后生，还佫有阮小秀珍的即个先生嘛是身躯病痛，也求主来怜悯。圣三兄也是蔡凤姐，也是素菊姐，也是秀丽姐的恢复。香梅的即个身躯的病痛，甲有蔡文姐，就是怡珍的妈妈小秀珍姐，伊的爸爸髋关骨即个开刀的复健等等。主啊，阮虽然身躯有软弱有病痛，总是阮要看见主你的阳光伫阮的内底，互阮会当伫遮遵着即个正面的思想来孝念主的疼，互阮伫每一个时刻，阮拢会当搬过遮的德性搁有存。主阮也为着出国的兄弟姊妹三地带导有骆文、一凡、子婷、一山伫澳洲，彩云、国强、伟丽伫美国至于重骑专家文腾也是义军，也是洪玉，这是巴长老的竞赛伫中国，也佫有梦如伫法国，细灵兄专家伫南非。主啊，阮也感谢主洪姨即马伫阮中间，甲阮3个礼拜，是阮所欢喜的。主，阮满心感谢，阮也为着确诊者也以及注射疫苗三体带导，求主帮助，互阮拢有勇健健康的身躯，通服侍主。阮也为着施恩来当兵，求主保守，互伊拢有平安。为着即个台湾的疫情，以及所拄着的逐样国外的战争，也拢求主
人民甲帮赞，互阮这台湾咧大选的中间，拢会当用主的眼光来看代志，欢喜顺服伫主的面前。主，阮满心感谢，求你大大施落稳定伫阮的内面，互阮无论伫什么款的光景的当中，拢会当掠主做阮的欢喜甲快乐。满心感谢，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纵容。396首。就诚做上帝和平的使者，将主的良善带出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之地，对即世到永世代无尽。阿门。